好，今日日樓睇下呢個單位位於大角咀嘅，一入屋咧4房型大廳喎，咁啊新裝修喎，OK 嚟喎。呢邊咧做咗開放式廚房嘅，雪櫃洗衣機喺晒度啦。咁啊飯廳啦、客廳啦，咁啊睇下浴室先，乾濕分離，好乾淨企理啊。睇下第一間房，雙人床加衣櫃都冇問題嘅，兩邊窗啊，好光猛噶都。睇下第二間房，都差唔多大嘅，都係兩邊窗啊。睇下景觀先，係街景嚟嘅，唔算太局促啊。咁啊，介紹翻啦，呢個盤叫富多黎新村，就有7棟嘅，合共有700個單位，係恒基兆業興建噶。樓齡呢46年，1980年興建嘅。呢個單位面積係285尺，有2房，都幾實用噶。交通方面呢，步行4分鐘呢就到奧運站嘅，步行8至10分鐘呢就到旺角站，其實係好方便噶。其實買樓邊個唔想又平又靚又有景，樓齡又新嘅？但係世事邊有十全十美啊？與其三心兩意，不如決定咗一心一意，上咗車再講啦。呢度係富多黎新村，有興趣話知帶你去睇。